来了，这是我儿人来了，来了去来了吧。妈妈，我们今日来此不动王城。我们今年请了位财神爷来了。啊，财神爷！哎呀，快请进来，快请进来！财神爷来了！妈妈，他是满不本在出口成章。哦，是个书生，好惨。他是两地千金，家财百万。哦，是个公子，预备地谢。他女弟弟欲在一时，乱进皇上之家的三公子王金龙子爷。呀，原来是位大贵客，预备上帝去也为贵客接风。妈妈休得客气，小生只想有他是刘承恩的宝儿，你向他行什么礼呀？公子，请坐。啥里谁先去花了没？即刻啦！妈妈，王公子是我蜀山之名，特地而来的。蜀山，望进王公子驾到，岂能不见？应该见是应该见，不过不过怎样？蜀山姑娘这玉璧，既是蜀山有璧，那就跟着再来吧。妈妈，你晚上什么话说？当得王三公子还为少年之过。既算是此，就让我进去看看，他尚能出来接客，那是你们的运气。那也是你的运气。二位师兄，既是蜀山有璧，我们不可使妈妈为难，来日方长再来便是。哎，哪里是蜀山有璧，是妈妈有璧。妈妈，她方才有说有笑，真是有璧。生的是灵子璧。哦，原来是此。二位师兄，妈妈是此弄巧，这蜀山姑娘一定是深意上去了。王师兄。蜀山姑娘身方刚，心思明镜称头挑，身就成玉我也用，长得比玉绣花袍。西窗青绿七手穷，能担梨园把中调。澳门王生多倾倒，今上苦独自笑，今日怎能来相见？蜀山姑娘来了，王师兄。师兄也我真不孝。蜀山，快来见个王三公子。请坐，请坐。神兄，燕帝与我才是无语不便，看起太平。不是方便。是欲往何处？这里蜀山姑娘陪你谈心。我们到后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。哎，公子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
请问苏三姑娘芳名？苏三，哦，是叫苏三，是苏三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。望金龙，常年门头，做事王，
下，奉父之命来收账，满城在十万方明君实有缘为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公子但将不放。我要向今儿与你常来往，外望姑娘是路茫。只怕是朝来奇缘是荒唐，为人不肯多赏花。这是才子与家人一见就倾心。取消了，哎，公子要追，莫非是苏三怠慢不成？哦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既非怠慢，为何今日要追呀？哦，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哦，这张银票就作为错字。三不了！哎呀，公子，明天再聊，哎，明天再聊。妈妈，我帮你王公子明天再来。你再来。妈妈，你叫到了好友，可不要忘了我俩的好事呀。我讲苏三姑娘今天一直当成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哎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苏三，送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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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不到欢乐场中，也有忠厚神。一杯清茶斟300两银啊！苏三，我再不了，再不了。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妈妈酒宴可准备好，三餐海味美酒佳肴，红王可准安排。两张酒笔红烛高照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来呢？王公子他特去南山给我金袍，不知道公子带来银子多少？妈妈呀妈妈，36000两银子这可就大36000两！哦哟，真是请来了一个财神菩萨！哎呀，可惜我这旅程园地方太小。妈妈，旅程园地方小不要紧，要在后院进行暖八楼。妈妈你快快！哎呀，好！在后院建筑8花两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妈妈，苏三姑娘的忙中可要摆上金杯玉盏、彩盘彩哎呀，好！妈妈，这个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找来的哟。是啊，我讲苏三姑娘有今天一日，当然少不了你俩的好处。你为定，即时动工。不想你俩，立即动工。只要吩咐，马上照办。好，好。王公子来了，有我姑爷来了。姑娘想你，姑娘想你。哪里谁先就过了没接他啦？哦，
三姐，你来看我。常言堂，一言自己才与才。离开那窗外一排好成绩，春风和日把草青，春花盛开把鸟鸣，但愿得春光长自留，尘缘我与你天长地久永尽情公子。从来是一念之间情意深，春光匆匆流尽。公子啊，女尘缘中负长春，你不要春风兄得再了心。哎，三姐你不要有色伤心话，我真想要为三姐改方面，今日真苦天涯行，大好春光珍惜人。秋意春是来的明，王公子，王公子，三姑娘，我给你们送花来啦。花，三姐家门前多情，应该以花来的名，以花的名，以花的名，花的名，王公子，苏三姑娘是花中王，花中之王本是门大，苏三可改名岳堂春，岳堂春，岳堂春，当成，真是不好名字。有些公子的名是经过送皇上来，才使我想到御花的名，应该有啥？妈妈，妈妈，王三公子啊，他海大叫的做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将三姐改名为岳堂春。啊，你名字都改了？啊，是经过送皇上来，才使我想到御花的名。妈妈，你快与我上他人之无量。咋你无良？多谢公子，妈妈赏你去！侬真想来我俩赏人来？去！去！去！你怎么叫经过官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还把什么家子？妈妈，这
王公子啊，实不相瞒，苏三不愿再举别客，我为那赏银就经过啊。妈妈，那公子带来的36000两银子呢？对呀，我带来的36000两银子1年未到，难道都已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得上一生一世呢？我还为你垫了不少银子呢。不用啰嗦，我再写信回家去催银子，即刻就能寄到。王金龙，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写了那么多信，怎么连一份银子也没带到？今天我是开不出话来。这里是契约，又不是结账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有银子打来别吧？要是没有呀，怎么样？呵呵，许光我妈妈不见。公子，想不到神情是此谈破。想当初，才打上来6000里，幸福后用金元门，把儿同进小丽云，王八低头迎连声，暖不儿女是我上，再给一座百花亭，先买金杯玉玉簪，再买菜脯玉菜饼，想不到时光未有一年整，36000银就化回尘，把儿死里彩笔金，冷眼相待真屈臣。公子，劝公子莫为此事太痛心。苏三与你早生命，归来园中尽是家。自从银子不从心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读书尽发奋，青鸾岂是句绿地，公子啊，不是早日为难经公子，我为你
三月不愿公子离去，这是你拿与银子及妈妈使用哦。哦，想父你不行，请我不少银两，带我去向他们要完便是。公子，你察言。妇女不信是小人，君有之教不信人。借去的银子手相还，只恐怕烦躁一路根气恼。劝公子暂且身子别离心，劝公子为家多事举功名，苏三列子长相守，愿你金宝照地名，到那时名声一人来说声我与你夫唱妇随永相亲。三姐说得有理，小生周密就是样子好。这是要为捉乱军，路途遥远，没有满座，臣不难移。这便是何时好？公子，这些碎石你拿去兑换银两。这是三姐让你背带喜爱之物，400对，只以永结同心，万分什么你我。王金龙说是受之有愧呀。只要公子飞黄腾的之事，不枉苏山一片痴心，也就是了。此次多谢三姐。苏三，啊，今天不是你晚了，你怎么忘了进去烧香玩月？叫姐姐们我等月。公子要为暖境，传旨不作，我怎可趁烧香出门之地，向员外姊妹上见银两？妈妈，我这是去。啥哩？妈妈，我陪你姐姐前去烧香玩月。是。姐姐，我们快走吧。公子，我去就来。当初有天君答应，此君无见，反被小人欺。我去了，拿来什么？银子啊！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未寄到？我也在举哟。现在没有，没有，你我走，就是要走，我也要等三姐归来。没有钱，玩什么三级四级的？你这不这样，不追我就要剥粮！去，哎，慢！我的王三公子啊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呀，我知道你有的是钱。啊，是我苏三姑娘的水伞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穷光蛋，给我推我姑娘的水伞，你给我滚！去，滚啊，滚！三姐，
上面傲气勇，滚水穷鬼王金龙，苏三纵把卡雷接。老娘以后叫阿英啊，梅花生儿最勤劳，清早出门到厨房。天底下事情竟与这样巧，小女公子在观望庙，三姑娘是几次三番想托高，据我要把三郎找，这真是打破天下覆灭之。我立刻到吕城园中去把信报。王金龙陪我关城门，关城门，苏三不肯去卡人，他要这样关不出声。我当断皮鞭难消恨，难消恨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呦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呦，侬个死小鬼样头上去啊，把老娘个脚也打痛了。那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给三姑娘送信。啊，送信？是送花。哎呀，卡卡都不肯接，我还送什么花啊？哎呦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啊！四种官水王金龙，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三天不曾起过床，越哭越闹发崩松。一日三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从，死不从。妈妈，那你劝劝他呀。唉，我硬的当来软的好，生断了神根不中用，不中用。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啊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切，你能劝得醒他？我还是让我再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妈妈，三姑娘是雷城院的要紧事，万一当出病来，你妈妈去靠谁？只好去喝西北风啦。妈妈，喏，喏，不是我经过夸口，只要我去劝，只要三言两语，保管三姑娘违心作意。你怎能劝得醒他？我就少不了你条子。什么好吃？给你1两银子，还少2两，不够，3两，至少5两。5两就5两嘛，一为定。谁为哪里？好，我要全粮，你快避开吧。嘿嘿，老娘在此后方。你妈妈在此，我就劝她不行了。为什么？
妈妈啊，人要脸，事要皮。你妈妈在此居是全心了，哎，三姑娘，你真好意思答应你。好好好，那我就避开。哎，你全信了他，快来叫我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不，三姑娘，三姑娘，金哥，你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莫非王公子遇了下落？王公子他，哦，快收下讲来。啊，金哥，王公子他现在是在哪里呀？公子他现在是在一位王爷府上。王爷府上。哎呀，我从未听公子说起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呢。第七这位王爷，三姑娘你也知道。哦，他本是哈哈有名，在邦乡，威风凛凛义气高，华夏基地出土蟒，手上扶的青龙刀，曾在那富安关西做吕布，华勇道上放曹操。哎，这是关公关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，他是在哪里呀？三姑娘，王公子就是住在关王爷的府上啊！公子是官出辕门斧头扛，只能落魄在关王庙。啊，公子苦了你我的还在后头呢。啊！他头上戴的八孔帽，身上穿的四川袍，三餐是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14年实难熬，这盘山贼早来到。公子，公子啊，你乖在外头落逍遥，不曾受过这惊啊，蜀山奇传一直逃，哪怕是千祖万难将一遭。三姑娘，金哥，走，带我去见王公子。那王八宝儿岂肯放你去呀？这便是何时好？哎呀，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张凤，哎呀，我不会长，我不会长呀。为了公子，你非长不可。哎，三姑娘，金哥，哎呀，金哥，哎呀，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哎，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啊？妈妈，啊，不好了，三姑娘她疯了。他50些了什么啊？我正在劝她，她就对我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喏，苏珊，苏珊，苏珊，哈哈，嘿嘿，啊，这到
老都是蛤蟆你今天就要死，你怎么晚都是蛤蟆你今天就要死，你今天就要死啊！哎呦，真是你们困呐！天边上降下了一朵祥云，这一块原来是天降神兵啊！王爷嘛，苏珊，这哪里有什么关王爷啊？困呐！怪王爷生气才出土马是拿着青龙刀，威风凛凛。你来从哪里哦？苏珊，哎呀，苏珊，是让苏珊人落在苦海风尘，谁人说招人强，如何才明？啊！我在关王庙里少问了一个愿。哎呦，哎呀，苏珊，你说，苏珊怎么了？这王爷他打我了！哎呦，苏珊，进我啊！哎呦，苏珊，哎呦，怪王爷不善，求你放了苏珊吧，我来接到怪你王了咱家小为白母不贵。妈，你快跪下，替三姑娘求情，快跪下，跪下。那一不管不放，苏三文员，是怪母怪王爷好怪王爷不善，求你放了苏珊吧，我立即叫他到怪王面前去烧香挽牛啊！大家去而已。哎呦，怪王爷不善，求你放了苏珊吧，我立即叫他到怪王面前去烧香挽牛啊！妈妈，好了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。好了，好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苏珊你，罗山我，哎呀，苏珊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妈妈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怪王爷显灵了！怪王爷，他要你立即到怪王庙前去烧香挽牛啊！再说了，再说啊，关王爷御要哎呦，啥哩！妈妈，快陪你姐姐跟伊到怪王庙前去烧香挽牛啊！哎呦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妈妈，啊
娘全信了，就上任吧。劝，不叫你劝倒是还好，叫你一劝，反把他劝疯了。晚下令什么上任？这能怪我吗？这是关王爷洗礼。你我滚孙武老娘倒霉！哎呦呦呦呦！怪罪王公子也是用的这一招，今日你同共同做得好，钦差关公谁断
他起御金弓，西侧往外忙举高，托他带我把苏山找，不知他苦辛苦得到，不知他心思圣姬真的会来到古庙，苏三夫是府邸，不是当听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会落到这般光景？唉，不的也罢。自从离去把相杀，王八八儿兄思孝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饿无处讲，我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落帕卡的有谁笑？我眼睁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旧情翻讥笑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宝儿是千方百计来阻挠，幸亏经过把心传，才得相会在关王庙。公子，
出口成章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进榜第名。这事我要为祖论尽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何应得？哎呀，惭愧惭愧！素才我早已想到，这些银子曾与公子作为路费。吕子成善计相助，王金龙命官非夫，素才我别负他救，这有也是。善计请将，王金龙父不从命，公子啊！你将我逼至何来？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。但愿花下谁落时，那蜜蜂不要一去如负心。善计放心，王金龙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愿在神仙门市。神灵在上，王金龙有朝一日进崩得中，绝不过为善计。那我终身是何？哦，对呀，不能管这大小，王金龙杀不去蜀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言重良好，蜀山也在神前一表心意。神灵在上，公子非我不去，莫非公子不讲？西叫家一路之上，你要保重身体。姐姐，我们宝儿来了。这便是好事好。还总有远小路到追吧。你快追吧。少姐，今日一病，不知何时才能消？只愿你早日得中回来。是百比三千为难君，早传家营造来
为玉堂请说声。这位大爷贵姓啊？叫声叶灵，本是山西人，家喻万国金湖人万国金湖人啊，万户来到京都城错着戏女，若拉堂村，貌似天仙是难行。我年纪半百无子女，想讨她回去做孝心啊！玉堂春不愿即刻留在家里无用，他要娶她，就答应他，倒是可捞进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哎呀，沈大爷呀！又当成京都城名妓，女才女貌更为娘。他本是吕城院中要件事啊，我老来指望将他依，你要娶她回家去。身家银子不可的。我深夜临山西府上遇名气，金银四山不着急，你是多少娶多少，我听要娶她回山西。好，这位大爷生气，我也不必啰嗦，做媒的银子嘛，啊，43两，玉堂春的身家嘛，是一对金子，一对金子，一对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一张，你先拿去。哎，一岁叫人，一岁叫你，那玉堂春得马上财务追。难道俺有什么条件不成？哎呀，沈大爷啊，不瞒你说，玉堂春不愿再接别客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用计相骗？对，这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下一封家信，许是王金龙得中为相，要沈大爷陪他同往南京，岂不到了山西？好计！既说至此，他家具早去何以？不期而已。沈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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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。丈夫亲上回家门，对为妻女若当成。
老头子又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妻女岳当成回来。你还吃醋呀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只是遇到了一颗严重之钉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感情？你何意？我有妙计，你且讲来。我们先下刀，还是深夜里，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，再将这在明太监岳堂城，岳堂城，太监岳堂城，岂不是一箭上吊？一箭上吊，用之严重定。用之严重定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喏，这包毒药拿去，与你下手。我到洪洞月衙去买通官府。岳当成，岳当成，哎呀，岳当成，岳当成，岳当成，哎呀，岳当大爷，请你放尊重些。岳当成啊，你见了我总是敬而避之。沈大爷，你怎么还不陪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呢？你哪里知道，我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过。老爷，你也在这里呀？我是叫他问衣服的。岳当成，你晚上要你将这碗洋芋面送与大爷去。大爷，大娘给你送来了洋芋面。哦，我家大娘真贤惠。岳当成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。味道不错，来少吃一点。岳当成，你让我真的陪你去那南京找王公子？难道你在骗我？岳当成，我与你出设了怕。我花了身家银子一堆金，买你回来做小媳。你此话当真？我这是凭据哪来？听此言来忙传情，所在他梦是中心。这一位好心带我去南京，却原来别有用心，是眼睛。
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哎，哪有这样容易？岳当成，忘记了红衣去无音信，倒不是你陪我才此相逢。你是我沈家人，再想回去也万不能。你是府里欺压人，我也常常自进衙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山西罗府军衙门，才不知我深夜里何况你高来高去，高去高来高不正。岳当成，你还是从了不要走啊！你让我走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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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霎时间，断肠四角，痛痛痛！大爷，大爷，哎呀，大娘，大娘，大爷他，大爷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呀，侬死得好蠢呐！岳堂成，你这狠心精神，尽管下刀，还是我家大爷，我将你送过去判。大娘。
计划上心，心被摧。久久结晶不自称，日渐成熟更心酸。一阵飞鸟头上转，要让你能否为我把心传？传言南京王公子，谁识蜀山造无端？此生难与君相见，只要团圆一夫缘。苏三，你一路之上宽花赏情，解鸟托心，的的确确与与无用，万事最吧。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？嘿嘿，我从公道当了一辈子家产，也不知见到多少冤枉人，看到多少冤枉事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何时才得从其提升。像你小小女子，须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出来，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苏三，你讲啊。我是有生死太凄凉，情侣没下多时光。好苦天出世。心头遗恨风沙浪，还是山盟配人伤。那公子姑儿也是真情真爱。恨的是报恨团在石头前并的风浪。出了什么事？家母家父生，你既不愿家喻户晓，也不该下毒害死他呀！中途也比我方，必是大娘狠心肠。既不是你下的毒，为何今日你搬家去家里？老板可怜我是却当人遭受冤枉，恐怕是在路失策，夫妻房。越战越哭，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不必难受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。多谢老爸。哎呀，这么大热天，我长着棍子转弯喘气。你背着重家针走得动，来，我帮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想此乃是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这，哎，天高皇帝远，出了贼，还管什么王法？批发！多谢拿下来吧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嘿嘿嘿嘿，
好人啊，连儿子也没有一个。老伯是此年纪尚无儿女。哎呀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就是连孙子也没有希望了啊！老伯是不言弃，苏三娘会命令年女为之以下侍候。啊，我哪有这样大的造化呀？使不得，是的，使不得，是的，使不得。是的，弟弟在上，生女儿也罢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！外号，外号。女儿，这根棍子就当这见面礼，你拿着个路吧。姐弟弟。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，情男生呀非人故，受尽母责痛苦声。说什么的娘心太黑，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？定然是生计所逼出无奈，骨肉分离也伤心。儿可恨报儿伤良心，他不该报恩负义负人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银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意领啊！宝儿是遇见康小莲人啊，无结婚莫上门，姑娘也请当作要件事，到神老之房
就当作马路神，谈什么良心，说什么恩，还不是黄金白银万圣情。三颗恨负伤神一灵，他不给表远带来一段情。美人佳人三百两，给我三千受苦情。这种人也是该死，有几个取钱就3000、4000的。四颗恨，便是大娘气多心，他不该不免也是亲夫君，与满头宽宽红铜圆，给我冤枉海洋生。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2个女人，迟早要去出海风。不可恨，三帮也有一分账，您将我苏三当堂求当来招生啊！苏三，我儿不团招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找他就同意，他一当你就找他的当，不就退了吗？苏三，你怨天怨地又有什么用啊？我越思越想，越可恨。这红铜园内富好生。啊！红洞园里无好人啊，那我也不是个好人啦。来，把这个带上。弟弟，我一句话儿说出口，弟弟一旁怒气生，我走上前去忙赔礼，弟弟。弟弟，弟弟呀，为呀你，老弟弟是个好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呀？走吧。弟弟且慢，先与关帝公要，向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事，三生前立下誓愿，事情带我去做告人哩。那也好，走吧。
心事有情。天哪，叫苍天天报应，王爷呀，救神灵神无言。苍天你为何不开言？国神你为何不灵验？害怕蜀山中传神一事，做鬼也要去神冤。女儿，天时不早，带上人家关路吧。弟弟，女儿有事要与弟弟相商。什么事？在节中，余生替我写下申冤大状，事情带在身边，望弟弟替我想个办法，替女儿呈上最好。哦，女儿，你把长子搁在人家之中，见了今晚大人，当当撇手开家，呈上便就是了。谢弟弟。前面有大官来了，你是一个万岁之身，路中当道，恐怕就避虐之苦，我还是多过一把。
两帮手下谢他神。带上家，带上家。参见三位他神。万不蜀山可曾带到？已在堂口。带上堂来。是。万物蜀山上堂。可去可有一比你走来，真好比鱼儿落毛，有去无为俺愿大人为官清正，能开脱你的死罪。禀大人，万无得到。万夫因我不得起头来，又在不管的头，是你无才得起头来。叫我这里举马来观看，古上是蜀山神安大都参院。说是不允我得回莫怨，我人来他人心爱，我心中好事乱结串。吃尽了，官司有凭。多么二位年兄怪外，只是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案不问？此乃是民事神明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真是爱民事子，是此你我大家同生。万物可有草？一呈上来。问你可有藏？你是又将你呈上来，又说不，这是何道理？分明是个要奴案，看他应是大人去嘛！哎呀，慢来，慢来！万不可上这陪审手册，故而常在岗内，方大人开一线之恩，将万夫当堂撇除开家，万夫终死纠结，也是命谋。请问大人，此因国灭？灭！哎，当堂撇除开家。下查，三人领为文。万物照场子上面一一书
来。大人用章子上面写的是蜀山，可曾要当成又是何道理？分明四顾调怒，用意。大人慢慢讲来，阿真叫你明早晚会按理讲来。有堂臣本为是公子的名，你几岁进园？七岁就进了妓院门，在园中过了几年，不过岁月有9成。你那仔细看是哪一个啊？那一年巧遇王王什么？你可要是自己了。王什么？王公子，他本是官家之子同是生。哦，王公子，官家之子。本院生的乃是美色轻浮的案子，谁要听你这个院中苟且之事？大人，来说清楚爱要生，园中之事也要问，问得明来审得清，审得清要问得明。事实来听说要审，应传要审，要问，要分。好，两帮战队老下是嘿。审呐，审啊，问呐，问呐，啊啊啊啊！讲啊！我与他出街走进300两，沏一杯香茶酒同生。啊呀，年兄，大人，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还一杯香茶酒走。依我看来啊，可算得是个大大的阔客。哎，哪里是阔客？分明是王门中出了个败家之孙哦！我看那王公子可算得上是个大大的阔客。哎，说不得，
算得，算不得。算先生，他说这是算得嘛，你我就是算得，算得。哦哦哦哦哦，讲，公子儿子把元金，拿来了多少银子？谁打三儿罗七年，为你园中过了几年？在园中弟子一年里，三儿罗起了花会成啊。像那王公子在你园中未到1年，36000人都去意花尽，难道你吃的银子、穿的银子不成？哎呀，聂兄，想他在园中是算另有花费。哎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呀？这账子上面写的是花费。哦，是账子上面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叶兄，你我求生他的花费，花费？哦哦哦，讲。先把金杯玉玉菜，玉把菜盘玉菜品，有了正序吗？外婆儿来公子嫂，与再给一束百花的，恨的是王八宝儿不忍心，不忘记将公子关操了进园门。王公子花费36000，在园中鼻子一年挣，恰为我将他关成进园门。这都怪宝儿死里不生心，好一个狠心肠的宝儿！这心脏的王八。遇见盗用的嫖客，讲，公子被关出了园，哪里安身？关王庙内把生人，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身大坟人去团情深。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过庙后地从相会，抱头痛哭在须情，深陷定下生死门。哎呀，聂兄，大人像那牛当成倒是个与你一起的呢。是何见得？像那王公子已穷途落魄，衣裳褴褛，那牛当成还与他这些旧情，定下了黑死山门，岂不是个与你一起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分明是长门之物，家境虚矣哟。穷途落魄，贼须就近，定下了黑死山门。哎呀，二位聂兄，那肉汤真可算得你中一生。聂兄，他说这是算得吗？你我就说是算得，算得？算得。哦，讲。我大发公子去观考，真
他多少？也只见一副铁饼二副等称，用手一来300余两。对呀，这是黑夜之间，一部铁饼二无等称，用手一来，实则有300余两。哎呀，他人是什么？难道？哦，我说的是那王公子哦。初见300两，当分别，苏山赠他也是300银，岂不是300两换300两？正银来心欢喜。哦，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换300两。啊，我们快升下去。分下去讲。自从公子为暖情，我在暖楼藏玉璧。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肉堂村里子不加身。公子立志不娶妻，要当成立志不加身。哎呀，苏三七，苏三七，岂能不加身？王八宝儿哪里会答应？你是立志不加身，养育家育三世，生一名。哎呀，你是立志不加身，怎样有家育三世生也灵？大圣人，那一声所长来召集，园中来了深夜灵，他与宝儿敲击声，好小心，公天我苏山一家心。石头公子心得中王宝第一名。他曾见我为暖情，有才子就此撇进沈家门。老孙家资料杜绝。在沈家治疗还有真，那必是大娘企图心。一碗一面送上门，下头是深夜令他起口来哼一声，清风绿袖名归阴。那必是什么黑人民，拉叉到滚天。要不是这样身亡，二堂官司审得好，二堂官司就冤难审。红通元收回1000两，也要分赃800人。上堂西堂40板，这无形的板子难用人。你不准造人，反腐本当不招人，大老爷呀，一别当官辜负所根啊。
分呐！莫非全凭佛法？神呐！神呐，问呐，素山，你这其中资料记载？这其中资料一年里，回城前来看他，前来探望不有神。那王八宝儿呢？王八宝儿不中意，你那知心的王公子呢？他与我庐山夫妻有何情？严先生与王公子，你可认得呀？也是与王公子亲杀给也认得清。啊，只怕王公子头戴乌纱，身穿桃物，只怕他不来认你呢。谁能见得公子面，我总是纠结一关心。行，苏山堂前许久见面，好似乱箭刺心，句句都是真心话。夫妻能贴着心肠太无尽，此当下为来相称。王法调调不用君。苏山，你的案情本源已知，但等审问清楚是为水落石出，你暂且下去。是。这趟官司必同意，肉汤趁着在放宽心。谢大圣，这大圣好是旧情深，莫非是我大山上的公义？是公子就该家母人。王法调调不用心，是了，我伤心失去知心王，看他知情不知情，他人有汤称好比花中水。你把王公子逼走来。王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想当初花开多满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。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那蜜蜂一去，就不应心。还是远去。二位义兄，想当就当成却是冤枉，待等明日必须平复此案。应付此案。
理当是此。回堂。想我王金龙之中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到此当庭三贼下了，想不到三贼家身遭不报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地无上，也要搭救去他。岳当成分明是他确实精神，堂堂不负金安，仅此烟花女子为妻，真是与日滚体。潘大人，令我追本圣上。他称此话错天，错在哪里？是故官场是西场，与人方便却方便，他人何必过于神真也？这想那王金龙长远之地归为兴亡，令我危在他乡，冲上这他不理。这个就算告到了他，这不负金王也不为娘你去做，何必接下这个无用罪？他人不妨三思。以潘大人之见呢？那你当成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之案，开始要当成再沉水才罪，成全于他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倒往于高升之旁你。去。公道相生来，教长团结来，可有人在？谁呀？是母。来做什么？前来团结。探望什么人？团望三姐。我们这里没有三姐。哦，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。你是岳当成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。他的什么？哦，我是岳当成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？王八个逆子来着！哪来？什么？靠373，靠373开门的银子。你竟然要我？你什么？要我要当成弟弟的银子？今天就是不负心安来了，老娘我也要他的银子。拿去。看你到万事如，随我来吧。岳当成出来，有人前来探望于你。一声传叫岳当成，惶恐归出进门，想我父亲与父君前来探访是何人？满腹疑惑，相信
既是妈妈是婆，那就请这银哥放屁。看你俩色的可怜，那就方便你们吧。三郎，三姐啊，三郎为生。还为他生生意到此，我走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三姐，明日定会与你并夫此哦。哎，李所生，但管在此头里。他是你当亲弟弟，到此何事？进来团结，生意团结，有万金莲。来呀，有与我闹笑。来，事到如今，这又出事了。我乃是不负敬而忘敬喽。好的，尽管冒充亲儿大圣。来呀，放灯上线，快过明白。哎呀，果然是亲儿大人，被这给死哈，给死！哎呀，是我给死！这无才，被这等正与要事要见他臣，想不到这次巧遇，为了何事？被这等是将岳当成培用一案平反了结，凶案曹金生于彼时，已派人捉拿到案，立即开审岳当成，请大人批示。三姐，快来先快为他审。慢来，被这等还要照顾燕生美人，讨杯喜酒啊！小气下，府中人已配好酒宴，为他生贺喜。东西还为他生美酒，三姐，快来先快为他美。起官，请大人夫人到后堂更衣。